香港嘅社會福利署為殘疾人士設立咗唔同類型嘅院舍，仲為佢哋提供咗日間照顧服務。你知唔知有幾多類型嘅殘疾人士院舍呢？當中包括有嚴重肢體殘疾人士院舍加工場、中度智障人士宿舍加工場、嚴重智障人士宿舍加日間活動中心、輔助宿舍、中途宿舍等等，為唔同身體狀況同智力程度嘅殘疾人士提供全面嘅照顧服務，以減輕照顧者嘅壓力。唔同嘅院舍係為有唔同能力嘅殘疾人士而設嘅。有好多家長喺社區上睇中咗某一間殘疾人士嘅院舍，佢哋就會即刻揾佢哋仔女院舍服務轉介嘅社工，請佢哋即刻幫屋企人轉去嗰間佢哋中意嘅院舍。社工們就不得不費一番嘅唇舌同家長解釋，佢上中咗嗰間院舍係唔適合佢哋嘅仔女嘅。講一個例子俾大家聽下，大家就會明白噶啦。一個家長佢非常之中意佢屋企樓下嘅為中度智障人士而設嘅院舍加工場。呢位家長覺得呢間院舍近自己屋企，方便自己探望同埋照顧子女。有陣時更可以帶下啲仔女外出玩下，返屋企度假都方便啦，仲可以得閒攞啲湯水俾佢哋。誰不知呢個家長個仔仔係智力正常，有嚴重肢體障礙，只能夠入住嚴重肢體殘疾人士院舍。佢嘅仔女係唔可以輪候中度智障人士宿舍㗎。聽完之後係咪明白多咗呢？